聖經唯一直接提到耶穌是神的經文，羅馬書9章5節。嗱，原來咧聖經都有分為兩派嘅，一派咧支持耶穌係神嘅版本啊，另一派就唔支持耶穌係神嘅版本啦。咁我哋睇下中文標準譯本啦，呢度9章係講乜嘢？9章5節啊。但係我哋首先睇下前面講咩先。佢即係講話係以色列人咧，就係即係按著肉身講咧，基督要出自佢哋嘅，即係以色列人嘅，即係基督都係以色列嘅人嘅分子啦。咁佢話第5節佢話，他是那在萬有之上當受稱頌的神，即係佢話耶穌咧就係萬有之上嘅，高過所有嘅嘢嘅，所以佢就係當受頌讚嘅神，直到永遠阿門咁啊。咁英文版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咧就話 Messiah who is God over all， 亦都講話基督咧或者彌賽亞咧就係神，又係高於一切嘅。咁另外一派就唔支持耶穌係神嘅版本係點咧？佢係和合本神版，佢呢度講話願在萬有之上的神被稱頌，直到永遠阿門啦。佢呢度冇講話耶穌係神啊，佢分開嚟講嘅話，基督咧係從以色列人出嚟嘅，咁啊停咗啦。然之後跟住講話願喺萬有之上嘅神咧被稱頌，佢冇話呢個神就係耶穌啊，冇直接講啊。咁另外一本英文版嘅聖經就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， 佢話咩咧？佢講到話 Christ 都係基督係出於以色列人嘅。咁咧佢話佢祈求上帝咧統治萬有嘅神咧，就係應該受到稱頌嘅。嗱，佢亦都冇講到話耶穌係神啊。咁咧，我哋要睇下保羅喺其他經文，譬如羅馬書又講咩咧？佢係咪講話耶穌係神咧？佢反而講話耶穌係神嘅兒子喎。羅馬書1章3至4節啊，同埋羅馬書8章3節就講到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樣子啦。佢話耶穌咧就係神嘅兒子啦。呢度兩節經文都咁講啦，係咪啊？即係耶穌係神嘅兒子，等於耶穌唔係神啊。咁我哋聽下歌先啦。Shine Jesus Shine。Jesus, light of the world, shine your light.